嗱，可能呢啊，通呢嘅土，通呢嘅福音，兄弟姊妹要到，本人冇看過，本人看唔起，或者本人欺負，嗱，知道按叫按笑按煩，我係講呢啲冇笑冇煩冇叫唔係齊嘅，因為咪嗱係講一個心要相信上帝，呢個福音就係本人，在呢個詩篇記第17咁樣講到，上帝嘅撇難所，當時家本人。本人白色，本人冇看上上帝是家嘅撇難所。當時嘅白色之時，佢保佑是家；當時嘅痛苦之時，佢隔是家定，佢救是家，幫助是家，開路本是家。嗱，呢個詩篇記第91節咁樣講到，因為到是家相信佢，是家説佢名，所以按照耶穌基督，是家相信佢嘅反應。嗱，佢唔是離開過設家嘅接係咁樣講，因為到設家簽上帝，設家嘅心愛上帝，設家飲滿嘅，佢唔是離開過設家。兄弟姊妹，朋友家可以離開設家，因為設家失敗，因為設家得難，佢離開設家，但係上帝耶穌基督唔是離開過兄弟姊妹，阿散一個心係飲滿嘅，信任嘅。係一個救主，係一個上帝，越普佢都唔是離開過你，因為到佢格統體都永遠，都是個真理，格得勝，阿門。